乾坤莫山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糊涂自由在？难道糊涂又在？难道糊涂山在？又在山在？风花日月天地转，人间沧海成悲哀，是非恩怨何处断？却看乾坤莫山寨，仰天长叹路漫漫，前生今世本无奈，常怀一笑红尘外，难道糊涂自由在？红师爷，青青就交给你了。快点啊，大人啊！哎呀，你操什么心呢？快点吧！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吧。哎呀，吴大人，师爷啊，你还听不听啊？听。马大人，喝这个好呀，马大人，别来呀，马大人，喝这就喝。哎呦，马大人，来，再来一杯，不能再。哎，马大人，吴大人来了。马兄，马兄，那洪师爷那怎么样了啊？你就放心吧。哦。哎呀，这青青可真有办法，早把那个老色鬼给勾住了。青青师爷，奴婢就来了，等着啊。师爷，你喜欢我吗？师爷，卢大人是好官吗？是啊，少有的一个清官。可惜好官不长久啊。那卢大人要是倒了霉，你跟谁呀？没人要我，我就卷铺盖卷回老家了。林大人把我赏给你，你就这样养我呀？林大人这么待我，是看中我哪儿了？
师爷，你真想知道？想知道，小乖乖，说给我听听。你真是个猴精啊！难怪林大人选中了你。他说把你送给我，我心里就吃准多半成了。林大人想要让我替他做什么事？他说只要你说出小铁匠是怎么死的，就保你官升3级，就地宣布。真的？至少是个知县了。没错，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。师爷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！卢大人要是丢了乌纱帽，入了牢房，说不定知府的这顶乌纱帽就会戴在师爷的头上。那时，师爷要娶我也有本钱了呀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你想通了？哎，师爷，师爷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我去面见林大人，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他。师爷，贱妾给你穿针引线，你就把我一个人晾在这儿，我不干嘛。师爷，你过来呀，你快过来，我跟你说。明天我回来陪你，现在先办正事儿。师爷，师爷，林大人在船上吗？你过来呀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。卢大人，你多多保重啊！哎呀，有人跳湖了啊！有人跳湖了！是哪儿？去看看。那儿呢？从那儿跳下去的。快想办法救救啊！哎，怎么回事？有人跳湖了！什么人啊？在那儿呢，就在那儿呢。哪儿？马大人就在那儿呢。啊！从这儿跳下去的。师爷，我错怪你了。我死活的都给我捞起来！何西清那个婊子呢？快走去看何西清！跳下去的，看这儿。完了！这怎么跟林大人交代呀？我怎么跟林大人交代呀？
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，还要你问吗？你这个小贱人！大人，求求你别我过来！就喜欢这样的鸟。你要是再过来，我就砸！你砸呀，砸呀！畜生！你堂堂的朝廷钦差，竟敢自毁朝廷礼仪！皇上来了，民女告你一状，看你怎么向皇上交代！哈哈，胆子不小啊，敢告本官？恐怕你见不到皇上，就已经死在我的手里了。我就是死了，变成了鬼，我也要找你报仇！不，现在我不要你死，死了就不好玩了。来呀，来！林大人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瞧瞧，你们给我送来这一头母狮子，带回去，调教好了再送来。林大人，要跟您说的事还没说完呢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洪师爷和何青青双双自尽了。是啊，什么？父子成了人家孙子弟吧？花无知，实无情，一朝触天怒。花亦有情，实已断肠。人人君子焉能有望？当心花时好入房，门开合不上。任是铁壁铜墙，终引萧黄。皇叔什么时候来的？来，皇上，什么事那么高兴啊？皇叔啊，你是懂诗词的人，来看看这篇檄文。好词，通篇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帝王百姓无所不包，字字通情达理，一气呵成。好，皇上，这是哪位大学士所做的？无名人士，而且被斩了。哦，皇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扬州知府发现了这篇验尸院，认定是反词，就把写词的人先斩后奏了。说不定这里边另有隐情啊。皇上，先斩后奏，就是这里面有故事啊。扬州知府说这是反词，这太牵强了。巨砚为稀世珍宝，应当归属朝廷，扬州知府为何不将巨砚运往京城？说得好，问题就在这儿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林叔怎么没有奏折呢？来人呐！奴才在。林叔现在何处？在扬州。传大学士张鼐来见我。这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扬州府先斩后奏一案疑点甚多，
着钦差灵书，就地重新审理此案，务将蔑视朝廷、隐匿案情者一干人犯押解进京，涉案古验一并送京验审。钦此。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卢大人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下官听候吩咐。哼，你不是会上奏吗？道中还是谁做主啊？告诉你，今天我第一个抓的就是你。凌大人，你真聪明啊！来人呐，在。摘去领带花翎。这。升堂。升堂。带人犯。走。跪下。跪下。哼，卢雅玉。卢雅玉，少说废话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想死？没那么容易。说，你是怎么和洪师爷串通一气，伪造反词罪犯的？快如实招来。我再问你，你们又是如何伪造证词上奏朝廷的？给我如实招来！你不招是不是？哼，我凌某会让你开口的。拖下去，重杖100。这。走。来人呐！在。去将那20几个嫌疑犯带到大堂来，我让他们看看我凌某是怎么审案的。这。快，把他们都放出来，我们全带走！快点，出来！快点出来！快走！你们也出来！你快点！快走！快，都出来！快来！走！快走啊！往上上，快点！快走！走！小道，快点！走！你，快后边站！快点！站好！站好！快点！快点！带卢雅玉。走。卢大人，板桥，卢大人，板桥，板桥，卢大人，板桥，你站住！卢大人，板桥，我没事，你要冷静。大人，何人骚扰公堂？卢大人，来呀！把他们都给我轰到一边去！你先走，卢大人，走！你们大人，卢大人，站好！站好！
卢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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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卢亚玉，你到底是招还是不招？该招的是你，不是我。大胆！大刑伺候！慢！板桥，板桥，大胆！不！曹大人，让他说，有什么话，快说呀！板桥，板桥，快说！你冷静点，你。大人，板桥，大人，大人不能。草民郑板桥，就是你们要找的人。好，痛快！哈哈哈哈哈！免受皮肉之苦，是个聪明人。来啊，给他笔墨，让他写下那首反词做证据。这。板桥，写呀！住口！谁在干扰公堂，立斩！板桥，不能板桥。板桥，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？啊，大人，衙役吩咐过了，谁要是惊扰了您，就问谁的罪。难为他们操心了。板桥，大人，你不应该招。大人，我后悔的是，我招晚了。我要是早招出来，您就受不了那么多的苦了。堂堂一个知府，竟保护不了一个秀才，可悲可叹呐！大人，都怪我是个添乱的秀才。是个鬼才呀！怎么写出这么好的词啊？多谢大人厚爱。这是板桥有感而发，发得好啊！宋徽宗独宠花石纲，乱了朝纲。天下笑柄，父子成了人家孙子帝王。最妙的还是后面，任是铜墙铁壁，正饮萧黄，萧黄。大人。
李大人，李大人，谁呀？是我呀，曹仁。哎呀，快开门呐，李大人！来了。哦，曹大人。李大人，曹大人，曹大人，你在看什么？啊，大人这么久不开门，是不是正和那位娘子私会呀？哎呀，我说曹大人呐，你可真会开玩笑。请请。哎呀，我说曹大人呐，为了这个奏折，可以说是费了一番脑筋呐。辛苦，我就是来拿这份奏折的。林大人说怎么写了这么久还没写好，我说我来看看。走，咱们走啊，请啊，走。哎呀，老弟呀，求你让我们进去吧。啊，好。进去吧，快点。好。郑先生，鲁大人。老人家，您这是？先生您就别问了。门房那边我都打点好了，外边来人看您和卢大人的都排了长队。林大人说了，一个不让进。我呢，就负责把大伙送来的东西安排妥当，每日的给你们送东西。哎，也不知道给你们能送几天。谢谢了。这是我的小孙子，从小就喜欢画画。邱先生，您就给画一张啊。好啊。那咱画个什么呢？就画幅竹子吧。好，等以后我出去了，就跟着我学画画啊。就多谢郑先生了。盼盼，快给郑先生鞠个躬。我听说后天就要送郑先生、卢大人到京城去了。大人，林大人。哎呀，我的李大人，一个奏折怎么写如此长的时间呢？林大人，写给皇上的奏折岂能马虎啊？皇上一向是重事实的君主，稍有不妥，您怎么向皇上交代？林大人，马通判的那方巨宴，您如何处置啊？带又带不走，丢之又可惜。哎，李大人，你看呢？以微臣之见，巨宴最好与我们同时进京。皇上在御览反词之时，也好以物为证啊。是啊。李大人言之有理，走，我们到麻三贵府上看宴去。好，请。林大人请。再见。握手，画手。大人，大人，林大人和李大人到了。来了，好啊，这个时候才想起我呀。好，
快迎接。是。哎呦，马大人、林大人、李大人、曹大人，马大人，二位大人找你来，还有点事情要商议。请，有什么事招呼一声就行，何必还要你们亲自登门呢？请。快点带我们去看看古堰吧。什么古堰呢？哎，快带我们去看那方古堰吧。这二位大人，我知道古堰在哪儿，请跟我来。行。怎么？不是这个地方？马大人，那古堰呢？是这儿啊。那堰石古堰呢？古堰不见了。我知道它不见了，我是问你，你把它弄到哪儿去了？说呀，林大人问你话呢。你快说！大人不是说不要了吗？混蛋！林大人说他不要，那是证明林大人他廉政，可并没有说皇上不要吧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把他弄到哪儿去了？大人，金农那天不是说什么金农银农的？是不是这个人把他买走了？不，金农说这是三灾堰，这板桥也做了解释。您不是说这样的灾物怎么能呈现给皇上？我不管什么灾不灾的，我要你把堰石从哪儿卖去的，还从哪儿给我买回来。大人，我该死，堰石不见了，找不到了，不见了，找不到了，我该死。说清楚，说呀，你到底把它藏到哪儿去了？沉到江里去了。我限你一天，把它给我捞上来，否则拿你的脑袋去见皇上。仔细找，仔细给我找，再下去找啊！那边，仔细找，到底在不在这下面呢？就在这儿。仔细找。好，好极了。只是所带银票不足，恐怕要亏了二位了。哎呀，李大人呐，这都是为朝廷的事，又不是做买卖，这说不上是亏还是不亏。是啊，此事我一定如实禀报皇上。上次四库全书的捐书，二位可是出了大力了，皇上还时不时的提起此事。皇上还给我们提了金匾呢。这扬州城里啊，没有比这再风光的。李大人板桥他给人抓了，那他的画子带上，照样给皇上预览。怎么，人犯上，这画子也犯上吗？笑话！以人论画是绝没有的道理。你们二位就不要有什么顾虑了，出了什么事，我一个人担着就是了。李兄，李兄啊，各位，听说你明天就要走啊？是啊，我们几个弟兄一听就急了，你怎么说走就走？是啊，怎么说走就走啊？皇命在身呐，没有办法。来，大家请坐下。请坐。好，都坐下。请坐。请坐吧。林大人突然决定，让我和押解卢大人和板桥老弟的队伍一同回京城，我一下子就急了，所以匆匆的来张罗你们的字画，要不然我回到京城也无法向皇上交差呀。那板桥和卢大人会不会有事啊？
李兄，你说说看呢？皇上他是懂诗的，他经常到我们南书房来谈诗说文。这按理说，板桥的词，它不会有什么意义，只是有一句。哦，哪一句？最后一句。任是铁壁铜墙，终引萧黄。如果这一句在皇上那儿闯过去了，那板桥就可以化险为夷呀。李大人，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们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干嘛说话老是跟我这么客套？是不是因为我明天要亲自押送板桥啊？李大人，你不要误解，我们是不想让板桥和卢大人在路上受太多的罪，所以凑了一些分子，想和你一同进京。你们发什么疯啊？啊？有我在，你们瞎操什么心呢？我说李兄啊，我们不光是送板桥和卢大人，到时候我们还可以在京城衙门击鼓鸣冤呢，帮衬板桥一把呀。对，最好闹到皇上那儿去，我们几个也好面呈皇上。你们说怎么样？你们也太天真了吧！啊，这可是皇上亲自插手的案子，皇上过问的，哪个衙门敢接？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板桥他这次是冲着林叔他们的所作所为来的，所以能够解救板桥的办法，只有弹劾林叔，这样板桥的那首所谓的反词就有了依附，除此之外，别无他途。那即使上了奏折，也到不了皇上的手里呀。是啊，皇上他也不相信呢。就是啊，那对，这个奏折只有一个人能写。谁呀？我已经写好了弹劾的奏折，回到京城之后，即可叩见皇上。李兄，这样一来，把你不就给卷进来了吗？啊，是啊，这样做合适吗？我呀，所经历的要比你们多得多。这次奉皇上之命，陪同林大人沿途南行，我是亲眼目睹了林大人的所作所为，他的一举一动我历历在目。他是一只中山狼，一朝得志便猖狂。我可以丢掉宫廷画师不要，丢掉南书房行走不要，我也要冒死上奏。我这么做，不光是为了板桥和卢大人，更重要的是为了大清的江山社稷。你们想一想，如果你们去了，搞不好会弄巧成拙，朝廷中自然会有人站出来说你们是一帮一伙的。到那时候，事情可就复杂了。
老爷，字画已经清点完毕。啊，李大人，请过目。李大人，一共是12画师的20幅画，10幅字，够吗？够了，可以了。少了我会再回来找你们要的。诸位，你们所说的一切，我都记住了。谢谢你们的好意。好，告辞。保重，告辞了。李大人多保重，多保重。哎，父亲，前面就是扬州城了。好一个江南圣地呀！难怪那么多的词人画师接触于此地呀。哎，上次卢伯伯和郑板桥他们就在那里和我告别的。今天有什么事吗？如此戒备森严。哎，过来检查！快点，快！好像出了什么事。啊，停下！请问为什么这么严？皇上钦点的钦差大人亲临扬州，船上是福建按察使李玉红大人，也要检查吗？老哥，实在对不起，除了皇上之外，概不例外。哎，像是出大事了。父亲，我去看看。过来。等一下，怎么回事？回公子，钦差大人在城里，来往官民都要受检查，能否禀报大人，请他？不用请了，我来了。陈文官要检查，自有他的道理，请吧。搜查。大人，这是上司的命令，实在对不起。这是你的职责，理所当然，理所当然。大人，没什么啊。对不起。啊，大人没事了。哎，慢，我要跟你打听一个人。谁呀？扬州城里没有我不认识的。卢雅玉，扬州府的知府。卢雅玉，大人，卢雅玉是你什么人呢？他与本官是同年的进士。他出了什么事吗？刚刚被钦差大人关进牢里去了。事出有因，你能说个一二吗？我是个大老粗，说不好。就是听说他杀错了人，他要杀那个写反词的，结果被杀那个人呢，他不是写反词的，啊，一下这就捅大娄子了。哟，我说多了，告辞。父亲，你的脸色不好，你怎么了？放映了，卢老伯那儿去不成了。为什么？本是缘分，相知不容易，何必在乎爱与恨？留下一段真情，彼此都拥有，天长地久才是真。相爱相随到老，陪伴度一生，岁岁月月情更深。多少坎坷艰辛的旅程，给那风吹过一份。今生难得有情人，能知我心的伤痕，抚平我忧郁的
难得有情人给我快乐和安慰，让我陶醉不后悔。春去秋来有机会，珍惜永久的依偎，今生难得有情人，今生难得有情人。